来看伫台东的南市有几个景点最近去防乌白竹，顶管写中国台湾省的字。警方目前已经调监视器侦办，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违法。在兰屿乡朗岛地区环岛公路凉亭，告示牌遭人以简体字涂写“中国台湾省”等字样。远警获报后，立即联系兰屿乡公所，派员会同将该字眼涂销，并调阅监视器画面及查访周边居民，积极侦办中。去防乌白竹的所在包括湘西岩、军南岩。目前差不多有4个所在，拢是用白色的油漆去防喷简体字，顶管写“中国台湾省”。台东警分局已经展开调查。也南警方嘛指出，伫个路若是乌白乱画、乌白乱竹，破坏环境，这是违法的行为。那违者会以社会特殊医护法、废弃物清理法来上班。另外，这话内容若是牵涉到不实的言论，或者是恐吓等等，嘛有可能会违反刑法、妨害名誉等等的刑责。